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喜爱粤剧艺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人间最美四月天，它继承着春的和煦明媚，也憧憬着夏的热情与奔放。在这繁花似锦的时节，为贯彻落实全区文化工作会议暨品质文化之城建设推进大会的精神，满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展示我区文化建设成果，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努力建设品质文化之城，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今天我们相聚在美丽的镇海大剧院，隆重举行原创粤剧《君子城中2023》修改版的首演活动。我是来自宁波市戏剧家协会的吴杰超，非常荣幸受邀担任本次首演的开幕嘉宾。那么在演出开场之际呢，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镇海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向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向支持和关心镇海文化事业发展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还有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原创粤剧《君子城中》是由镇海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剧情讲述的是我们宁波帮的先驱和领袖镇海庄氏人叶承忠先生，从15岁离乡别母到31岁母亲去世这一时段的人生故事。应该说呢，这部剧的创作初衷是为了展示我们宁波帮文化的四支精神，从最质朴的人性关怀视觉出发，着重刻画和展现叶承忠先生至诚、至孝和至简的人物品格。同时呢，应该说这部剧刻画了一个催人泪下又奋发向上的人物形象。2021年，该剧曾成功入选浙江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作品展演。2022年，该剧在全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戏曲展演当中获得了金奖。同时呢，也作为唯一一部由民营剧团选送的剧目，参加了前段时间由中国文旅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2年中国第5届粤剧艺术节，受到了广泛好评。那么《君子城中》这部剧的原创粤剧呢，可以说是收获累累。当然，提到收获，就不得不说一说和提一提咱们镇海海运艺术团。海运艺术团自2016年成立以来，目前有成员60余人，至今已新排和复排了10多部粤剧和永剧大戏，平均每年的演出场次达到了180余场。海运艺术团充分展现了我区民营剧团作为戏剧文化传承的代表性民间载体，在保护和传承戏剧艺术的重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今晚的首演应该说是海运艺术团的一次汇报演出，那么更是他们的一次风采展示。同样呢，也是我们镇海区公共文化服务向更高水准、向更高品质追梦逐梦的一次新起点。那么出席今天首演活动的有来自浙江省、宁波市和各个区的文化部门以及戏剧界的领导和专家们。同样呢，也有研究宁波帮文化的学者和专家们，还有来自中心中学和艺术实验学校的师生代表，以及来自各基层文化部门的工作者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一次欢迎各位的到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由海运艺术团带来的原创粤剧《君子城中》，祝各位观剧愉快。
陈总哥哥，燕儿，陈总，这是。嘘，这是我刚从妈箱子里偷偷拿来的两双布啊。等拿着了2日双、3日双，我了见去上海的朋人，不就赢了吗？啊，怎么是3张？啊！哎呀，坏了，心急慌忙少拿了1张。哎呀，哎呀，不管了，你先帮我去藏好。叫我去啊。今天先生刚刚教过，孔子曰：“富与贵是神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耻什么也。”字啊，父啊，我已经不是读书人了。先生教的，世上君子爱财，取之于讨。可这孩子是偷。我既不是读书人，也当不得什么君子了。可是，我妈来了，快帮我去藏好。奇怪奇怪，真奇怪。说好的孩子落了单，你上花去把人间玩，东家一点。至于手上官，时髦标准，老子推他，黄狗眼去，纹身内去。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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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德的事体到底是谁管？到底是谁管？陈总娘，哎，陈总娘，阿莲兄弟，哎事情都办妥了。哎呀，阿莲办什么宠物差池？那正好2000文，家中做保证，路上归来。好，好。哎，我今天说件奇怪的事情，哦我做了鞋子拿去卖，东家一数，哎，少了3只。是，你说要是成双成对的少，到花园里落了单子，你说奇怪不奇怪？可是不老子偷走了，哎呀，箱子是关实的。小偷偷去了嘛？小偷哪会到了家穷的人家来？说不定啊是假设。家子乱我3000。哦，中午要他儿子做啥？我平时叫他做的，我还不归他穿吗？再说，中午从小就笨笨笨，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我也不过是随口说说的嘛。你呀，霞儿，你在这里做啥？孩子是陈啊，承认，我承认是我偷的。燕儿你中啊，一人做事一人当，这孩子是我偷的。我头一次偷东西，心急慌忙少拿了1只，与燕儿互关。你这一次，哎，陈总娘，你怎么了？妈，你怎么啦？你怎么了？你为啥要偷儿子？你不是就跪在这里3天3夜？快！我说，陈总哥哥他是想去上海偷马子，好做不做？呀，陈总娘，哎，好了好了好了。妈呀！九娘莫惧阿帮子，你莫怪我一时糊涂做错事。
上红布子，等钟儿站得金莲为家来。再不用娘亲记所人操劳一辈子。妈，你呀，你弟弟去世早，家里穷，做娘的东拼西凑，供你上了几年私塾，只放你读3分书，010分理，长大能走正道。可是你看看你，小偷小盗，无知无识，拼音不足，凡事不成，怎能出门？陈忠哥哥不是小偷，推自己家里的也不对。今天先生刚刚教过，孔子曰：“夫与贵，是神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德之，不耻也。”雅儿，不要念了。念下去。宾与贱，是神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德之，不取也。先生教的什么嘞？是教君子爱财，取之于道。君子爱财，取之于道。你呢？把手给他，叫我念10遍，念100遍。子曰，好了，不要再难为他了。哎呀，阿忠推儿子为了去上海，你不也打算让他去唱一唱的吗？是打算让他唱一唱，可他这个样子，我怎能放心？妈，我知错了，从今以后推倒之事绝不再犯。妈，你就原谅钟儿吧。妈，你先起来。你放心，其实去上海有你大帮生意。阿妮，快出来吧！阿三，你们快出来吧！哎，来了！陈总娘，你看，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该食不是常食，今朝有菜，今朝就走。陈总妈，多少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穷二八苦连天，哎呀苦连天。洛阳3更天，起早5更天，1年360天，总完事动着身子，摸着肚子，冤老天，冤老天，才晓得不寻出路安无天。迈开步子去闯一片天，一片天。只有张起胆子，迈开步子去闯一片天，一片天。
你无脑，一个女儿怎能娶得？对，伢儿玩笑，不能去。啊，你阿三，先帮我把伢儿妹妹送回去。送回去，送回去。你就等等我张大姐回来吧。好了好了，闹也闹了，教训也教训了。陈忠娘，我晓得你哦，万是想让阿忠去唱一唱的。曹苦里无法做凤凰，去吧。妈，忠啊，妈，从今儿你漂洋过海，要走许许多多的路，吃许许多多的苦。妈，妈，冷了怎么办？冷了，我就走路，走走就会热的。饿了怎么办？饿了，我也走路，到处去寻，总会找到吃的。忠啊，妈，忠啊，来，把这个带上。妈，你哪里来这许多钱呀？老实告诉你吧，要死！这是你妈同我抵押了大天里的大货，为你筹的2000文出门盘查。渠道，不是还没有说吗？对呀，你妈把下半年的口粮都借你先还了钱了。不，这种出门是为了攒钱回来，不让骂我肚子。现在门都还没有出，妈就要我肚子了。哎呀，傻孩子，妈有手有脚，怎会饿肚子？听娘的话，穷家富路啊！结果铜钱2000文，比山中比黑尘。二应千里牡丹心，此刻举步不难言。南沙娘起早落夜往事成，南沙娘腰酸背痛睡不稳，南沙娘灯下为儿风不定，南沙娘寒风中将儿供我今生。47岁不一层层，而今爹母孤冷冷。母亲啊，母亲啊，钟儿我不忘家下的一双鞋，不忘手中的2000文，我要长生名堂拜托
贫穷这婆娘母亲受苦心。你怎么了？不放肆，不放肆，快走！妈，下的书，把书带上。继子，君子爱财，取之于大。大上海呀，大上海，十里洋场金灿灿。黄浦江呀，黄浦江，水摇路观气串串。出门神，哎呀，出门神。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安静静。肚子为三点铜钱，亮酸酸，哎呀亮酸酸。淮阳人团唱金安，拉客送客忙往返，蔬菜猪肉好叫卖，新讨一只小三班，哎呀小三班。小三班，哎呀小三班，小本生意不间断，哎呀不间断。可惜那养生的头发卷当卷。
养生的娃儿，哎呀玩大玩，听不懂，哎呀筋不牢，有些同情，哎呀不好转，不好转，不好转，成在娃，难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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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喏，杨先生来了，杨先生来了！哎，阿你上一场门，你快去呀！去呀！你们为啥不去呀？洋文不懂，去了也没用。哎，根本我也不懂个呀。侬嘛洋文不懂，眼睛凶，老杨啊就盯牢在，侬胆子放痛，去。洋文虽不懂，不去是个风。John，come here，come here。OK。哎，no，这个声音有加重，垃圾在。侬眼睛有用了是吧？搿不是垃圾，是杨先生啊，店面要伊起过。没办法，老顾客。OK，哎我有会说的嘛。阿拉三根葱，不进一阵阵钟钟。哎，散了。散了。哎。虽要路过家的堂，一身海风一口浪，出门上进必容易，一身娇惯一灯亮。烧饼喽，香喷喷的至于烧饼喽，烧饼喽，香喷喷的至于烧饼喽。阿连嫂，哎，来了。哎呦，阿忠啊，阿连嫂，哎，又来买烧饼了。来两张。还不我。碰我看你啊，前胸贴后背，肚皮我穿了吧。总是瞒不过你阿连嫂的火眼金睛。怎么，今朝没啥意啊？要是要了一趟，今天杰克那个杨商人有要紧事体，来不及付钱，先跑了啊！狡猾的杨生总要赚生便宜。他的中国话叽里呱啦，我也听不大懂。算了，明后天碰到再说吧。阿忠啊，这肚皮还是不好我个。那，先拿去。不，你也是小本生意，我真好意思收账呢。哎呀，自家你们客气个啥呢？等你发财了，可不要忘记我阿连嫂。那，咦，这是啥？皮包，是杰克的皮包，一定是只有了他家，落脱了。来，打开看看。来，说不定哦，有铜钱哦。发财了，阿忠你发财了。不管想安切情，是真是假是梦呓。阿忠，从天降骤然生，再也不用几场人，几场人。来，
快瞧，从今天起啊，烧饼管饱。哎，嘿嘿。哎，阿莲说，你这是管什么？那现在你有钱了，烧饼前面先付清爽了。这不是我的钱呀！从前不是么，现在是嘞。现在是啊，啦。对呀，一不推，二不抢，天上掉的，地上拾的，怎么？把送给你，你还不要？不推不抢，就是我的。对呀，哦不，嘿嘿嘿，一包全是你的。你看啊，我先管把你这烧饼，你才舍得这皮包。依我看啊，这钱应该是我们俩共有的。共有的不？怎么？我还想跟你阿莲说抢钱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总觉得这钱我们不该拿。不，你不要，都借我。阿莲说，哎呀，快来人啊！阿莲说抢劫了！快来人啊！阿莲说抢劫了！快来人啊！阿莲说抢劫了！抢劫了！阿莲说抢了！嘿，钉子里戳戳，弄上西瓜手。哎，这，哎呦，干什么你？阿东，你发财发财了？不，是我刚才三班里拾的。不会吧？阿东，不会是你偷的吧？阿总真的刚好运气啊！哎，运气嘛，总是就有准备的神哦。上海滩遍地是黄金，上海滩遍地是云气，上海滩多的是山泽水，上海滩多的是大把团结。只要你陪那我手法针，小别山也能有气呀！金富山，阿忠啊，他是音上相声传上的龚老板，跟你啥不起哦？老板也不能冤枉人。姚龙队，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不是你偷的？我立即把包还回去。慢，不能玩，正大光明实地完了，到真的成了作者姓许了。阿莲，真当实的呀！当然了，好，首先啊，今朝大家发财，兼着有份。来，分了，不能分。哎呀，阿忠哎，你嘛多分点啊！阿莲说，我不要做小瘪三，我要做君子。哎呀，啥个君子八字了，都穷成叫花子了。哎呀，阿忠啊，这连饭都吃不饱了，我还讲什么君子八字？还要问下什么？是个呀！这穷生分点富生的钱嘛，也是天经地义嘛。哦，对，这叫啥来着？叫啥？哎，劫富济贫哦。哦，对，来，分了。哎呀，不能玩！来，阿忠啊，阿忠啊，君子的取之于道。哎呀，这本破书嘛，怎么完贼呀？书嘛，多几天成书呆子了。阿莲说，你是知道的。当年我心里爱读书，却读不起书。临别之时，妈要我把这本书带在身上，还嘱咐我要做君子，走正路。兄弟们，身穷不能自也穷，自穷更悲，身操农，食道财物3分金，偷盗儿子千钧铜，
放不了母亲临别教诲声，读书虽少要到立冬。这与胸中坦荡荡，才得脊梁听世说。这今天能读一时饱，能静一时困，能想一时乐，能救一时穷，恰不能，恰不能。娘我做一个不慌不忙不亢不卑的人，正中一人中。好，姚鲁弟，说你是个君子。阿龚老板，今天就请你做个见证，杰克的笔报我来接送回去。杰克，裤子没挑的那个杨商人，什么？你们认识？认识。他的洋行就在格登路88号。格登路88号。多谢，多谢。哎，阿忠啊，阿忠啊！哎呀，你这真的要挽回去啊？阿连少，难道你真的想做30岁吗？去吧，去吧，阿忠，去也。30日啊，像我头来的叫花子，这位杨黄浦江上的陆公子，30日不想发财的傻小子，不要做书本上说的真君子，奔过了困困错错的马路子，穿过了曲曲弯弯的小巷子，行遍了杰克洋行的门牌子。格登路88号。杰克，杰克，john，你的笔报。Oh my God！ 我到此时糟蹋，你放在我的3板上了。我操 ！Good， 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啊！No，什么？你不要我的钱？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君子爱财，取之于道。这钱不是我的，我不能要。Very good， 你们中国人真 OK。哎，是哪个中国人说的？是孔子。孔子，麻烦你帮他叫来，我要好好的谢谢他。孔子我也没有见过呀，他老人家已经死了2000年了。2000年？Oh I know， 那你比孔子还要 OK 啊！他只是嘴巴说说，你已经付出行动了。不过你帮了我大忙，我还是要好好的谢谢你。你真的要谢我？
那你就叫我杨文吧，我做生意时用得上。 No problem， 我现在就叫你杨芬。好，母亲怎么说 Mother ？Mother， 哎，哈尼 Shu 秀，哦，母亲 Mother 还是秀。 Shu。来自卡姆去世歌，四家兄弟发了，杨着发了。娘妹啥？哦，娘妹啥？爱你就叫老虎鱼，爱你就叫老虎鱼。今日佛的儿子修，学道心里说，是教也是不教路，你是同意。摊地佛，看地方。杨金榜英语生开来，出门生活在啥一岁，也成中成了小老板，黄土江上赚得钞票也成中成了小老板，黄浦江上赚的钞票。杰克，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你是君子，应该得到帮助。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得道者多助你的中国话也有的不错嘛。哎，杰克，有件事我还真想得到你的帮助。”，please。杰克先生，黄浦江上洋人多，比酒不平不胜数。附近沙坡有杨树，长久延期不用此。依我看都是些用在考究的高结婚，供你精巧的是灵魂，啥能够插进水里翻新，种种便可以变废为宝，大派用途。我想地价收购，非不再道，担保质量，市场再买，一定能有利润，有销路，有商机，有前途，风风火火生意中，定能赚钞票一路路。一路路。哦 ，I know， 你是想扩大你的附近生意。No problem， 你的会员我包了。哎呀，太好了！我一直在想要开上海第一家进口五金的钢铁商号，连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审计养护号。 Very good， 你的眼光越来越好了，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老板。就是成了大老板，我也不会忘记过去家里穷得连双布啊都买不起，这双鞋子我
还是母亲用老酒初步为我做的。怎么这上坡布啊？你还穿着？下次我送你10双。不，就是100双、1000双，也比不上我妈做的。仙茶，思念茶，做成的孩子一裳裳，深相爱，一盼儿，翻过的黄鹂一张张，算日子为儿娶亲即将近，可是他出门在外总是忙，愿子一年改成家，一了强我心头是一张陈宗娘，陈宗娘，陈宗娘，哎呀，阿莲兄弟，哎你上海回来了回来了，回来讨喜剧去。啊？啊，总要回来了，回来成亲了。当真啊？啊，连奢我们从来无假。那他托我先带信给你，是忙完手上我的。要忙啊！哎呀，忙啊！啊，总现在是上海滩五金老板，忙着咱答应你。那这位成亲啊，要叫我多喝几杯老酒，当初我可没少接他烧饼钱。哈哈，让你从上王头喝上3年3夜，说定了。说定了。哎，中午他回来的日子说定了没有啊？哦，3天就回来。3天？哎呀，这孩子怎么说来就来？怎么这么快呀？快！你不总抱怨他不回家，不回家的吗？哎呀，我这不是还没有准备好吗？你呀，阿莲兄弟，我要为儿配好红枣糕，我要为儿配好红薯桃。
陈忠哥哥，怎么晚叫哥哥？陈忠，哎，你看我穿这身新衣裳去上海，好吗？好，好看吗？好看。上海一定很闹吗？很新潮。我这个乡下媳妇不会见你丢面子吧？你想到哪里去了？都说新婚三十一生喜，你一身新衣新袄，怎么街上的孩子还是娶的？雅儿，你可还记得当年我第一次离开镇海去闯荡的情景吗？伯母说我们胡闹。妈再上说不让我去，其实心里早就准备好让我做一个出门人了。他见我做的厚的老布啊，喊我的脚，动我的心，我一直穿着，心里踏实。这些天，妈老是在瞌睡。官司操劳，像是老毛病落了根了。是啊，这些年妈的咳疾反反复复，真叫人揪心啊！呀，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话？方才我临时有想法。什么想法？我夫妻之间哪来生分？雅儿，这一趟你先不走了好吗？不走，不跟你去上海，你留下来陪着妈。背着妈。从前你不肯带我出门，自己生活了地狱。雅儿，我的好娘子。雅儿，婚三生，情意浓，理应当负在天涯。情谁从？真乃是母亲千扛抬，泪眼清。残留身边都是风。
母亲她为儿张罗8年的梦，苦叹沉重漂泊中，梦言妻为夫风雨为夫动。夫妻同心真不懂，终难成。去守离东，去转东。东盼重逢，待人中跨马加鞭，你更勇。问在上海心上再见亲人。相拥，明日里又要送儿走匆匆，今夜覆面一面呀梦，出门才往总比家。是今是送娘最多，今夜覆面今月夜朦覆面胧。月朦胧，思情思问心朦胧，月朦胧，心朦胧，月上难上是江东。阿忠，快来，那夫妻俩好快出门噻！哦，阿莲说，你先走一步，我们就来。妈，好，好，真伤真对的，再也不是钟儿当年一个人出门，孤孤单单的了。我们来，把这2双鞋子带上，匆匆忙忙的接伢儿也走了一晌。钟静儿，你要跟着钟儿奔波啦。哈子伢儿不用，伢儿不去上海。啊，不去上海？
伢儿留下来陪着你。哎，陪我做啥？你们夫妻俩当是我一道去。妈，等过2年稍稳定些，我再回来接伢儿。糊涂孩子，新婚燕尔怎能分开？妈，这是我伢儿商量定的。什么商量不商量？这是没得商量。妈，你年纪大了，留你一人在家，我们心里实在是放心不下呀。哎呀，妈又不是吃老百姓，妈早就一个人自管啦。妈，你就让伢儿留下来吧。小儿，我母你病久算命上，我头上面纹深藏，辛苦操劳半世多，应替一生万幸忙，伢儿才算才十家母恩的深情。真不孝，不认你再受孤冷托空巢，不认你银布攀山扶早了，儿媳去世再生女，母亲成婚侍奉在娘身旁。伢儿，我们俩心情不怕路远，我们的日子还很长，母亲的牵挂总难放，女儿今日暂别亲。有妻在家，为夫在外辛困长，忙忙碌碌把日长，踏踏实实常思想，待明朝轰轰烈烈成大才，我再来浩浩荡荡接我的母亲和妻房。
阿莲，阿莲，阿总找到了没有？哎呀，扑了个空，不晓得他到哪里去了。是啊，唉。结死人，结死人，城中老板莫为臣。那个杨先生一早去上门，不是风一程，美貌真的深。忽急忽了到出门，他要与城中老板商量大事情，大事情。听说外国齐转正，杨先生就将扑给要回老家门。结死人，结死人，城中老板他玩莫为臣，莫为臣。哎，来了，来了！杰克，杰克，阿总，阿总，阿总，叫，你总算回来了。有件大事，有件大事，我要同侬商量。不好意思，请。请。舅，普法专政爆发了，我接到外国的命令，上司要我尽快出售煤条。卖掉你们的壳子煤条。 3天，这么快？这一下子谁能接受啊？所以我来找你。找我？舅，你是我在上海最信任的中国商人，卖给你，我放心。经营煤炭、钢铁。现在上大农场越来越多，钢铁需求旺盛，我保证一定是最好的投资。这个我知道，你也是我最信任的朋友嘛。哎呀，不过这买下来要多少银两？2000两。2000两？哎呀，我也是拿不出呀。3天之间筹钱。晴空一响，一座山。有时打开一道光，才能闯荡10数年，莫怕混当。上海滩。想当初遇见客，结下有你。福建公和园，他推波出浪。如今他归国去得顺，我也理应拒艰难，若生死千百回。每天岂是随随便便能承担？这生意一旦不人遭失败，必使我运气。
本是小富即安，会不会倾家荡产？哎，你想到哪里去了？你暂见公事守备真大事，情少勇胆，更不慌。苦心之人苦心志，日子去到地板，生意人过着不见风，大用不曾给怒气，混去滚一番。那下阳上大钢铁，小三半夜的顶风破浪扬去翻。那下阳上大钢铁，小三半也能迎风破浪扬去翻。兄，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要办理回国事，你现在了。兄，3天2000两，3天2000两。OK。大钢铁，大老板，大钢铁，大老板。阿忠啊，那么响当当在？阿莲说2000两，我哪里来这许多钱哦？那阿莲说全副家当支持你，成了上海滩大亨，可不要忘记我阿莲说。哎，不会的，阿忠是最讲义气的。阿忠，我也要支持你。不对，介绍成都嘛。终身实在火腿王，阿忠遇难大家帮，千载难逢的好商机，阿拉都能鼓动当鼓动当。哎呀，阿莲要当股东嘛，哎，你来当，我不要，我啊只想帮帮阿忠。哎呦，什么股东股息的，我也不要，只要阿忠出息了，就是阿拉出门人啊，哎，出息啦！对，只要阿忠出息了，就是阿拉出门人啊，出息了。哎呀，我也不过是随口说说的嘛。哎，主要是帮帮阿忠，帮帮阿忠啊！帮！阿忠，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不用你玩，我也不用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嗨，苍蝇太死了，可惜呀，太小。哎，我们这些个别山毛毛雨，没个有啥用场呢？不是你说的吗？积少成多。哎呀，这也太少了呀！不少了，哎呀，不少了。大家的心意比啥都有用场。陈总，我绝不见出门人丢脸。你们信我，帮我激励我，我一定想办法。想办法。哎，有了，想起过程，谁龚少勇，相声专场的那个龚老板，听说他也在裤子媒体上做过，那一定是些钢铁啊，谁能借来于他？聪明。哎，当初啊，他往张国你是君子呢。此人可靠。对，我要带上这里带上领票，与他谈合作。龚老板会不会同阿忠谈合作？这个一定会合作，因为阿拉阿忠啊是一位君子。对。哎，阿忠啊，家园路
叫人买车吧。是啊，是啊。现在正是收钱的时候呢。哎呀，阿总也不差这几个钱嘛。以你现在的身份，出莫须两只家。负重减重嘞，不怕你们笑话。我啊，还真有点舍不得花那冤枉钱。可母亲做的二的老布啊，好穿，能保路。我走了。陈忠娘啊，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啊！老布爷，你快快走呀！步步生风莫停留。多少年你陪我共吃苦头，多少年你陪我接浪迎舟，多少年你陪我骑马离愁，多少年你伴我月浪风头，多少年你与我漂洋过海，到30岁贫富相对，两心相爱永相随。今日里你与我快快走呀！一步一步追寻那大钢铁，我自豪。不退的上进，心中的宝贝，心中的盼望。老板，别来无恙啊！龚老板，也某此来。你的来意，我与情知。生意场就像赌场，赌博与风险，投资越大，风险便越大。当初你身无分文，恰似金伯妹，众人嘲笑你，怀疑你，连我也笃定你是个小偷。今日你想与我联手，将面临一场真正的赌局。生意场是赌场，风云诡计身败将，钢铁行死头亡，大刀可付赌一场，大钢铁非寻常。去外头是风星光，风星光为宝强，水上船。
银鳌金玉气魄，官人居上。一枪棍当车门，闯荡几波苦涩，死不苦当。一切棍炮轰国门十里，一将国兵民上招风浪。生一生一无长居安稳乡，困应是担当不对，终难长。行车路就是强，行车路就是强，行车路就是强，正需要民上连水，连水民上。真铁枪，君子城中一起望，宽襟好景从居乡。成人的黄土江，万树这畔迎风帮。我这里银票1000两，与你连水断下这钢铁上好钢铁上好。2000两，刚好2000两。我终于可以办下上海第一家钢铁厂啦！妈，你可还记得，当年你把大典里完璧整作的祷告第二点哭出了2000文铜钱，请我主办做长时间，是今中儿我也有2000两了。阿忠，阿忠，你得马上回去一趟。镇海老家担心的是你妈病重。妈，
上也去了，马上就会回来的。因他心目欢爱，似梦非梦。十数年儿团目来去匆匆，出门相讲少相逢，千山万水关严从，城中他官为家中一半月，早晨也归，心里去呀把芙蓉。过目一生不容易，富裕才是气最动。本当孟老应小事，遂了平时三等女寒冬。在路中呀香沉沉，情深浓浓。但愿得来安花明，春雨风。霞儿，你回来了，妈好些了没有？睡了醒，醒了噻，迷迷糊糊总喊着你。喊着我，陈总，我怕骂他撑不。不会的，不会的。总啊，总啊，妈，哎呀，妈，妈，你怎么起来了呀？妈不放肆，妈还会做啥子呢？你看，这是前些日子刚做的，只是眼睛糊了，手也抖了，实在
走不动另一只啦。妈，你这么还为我做啥子啊？总啊，还记得你8岁时父年人生坎坷都是风，儿的风都是母亲的心血。红泥房，娘教儿女孝懂得真恩，娘要儿出门变得顺良，娘使儿风下记得送金玉，娘为儿也是虽得苦伤，苦伤啊！
一下呀，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我的好媳妇，你莫再为娘不听嘛，娘在你山中儿出门两一旁，为中儿在做不一另一针呀，中儿不人不你把头呀郎，不惧富贵惧文化。黄土隆中细叶放啊，细叶放啊中儿就是心边明义，也一定要医好妈。总儿，妈知道你孝顺，这些年你出门忙生意，也总是念着妈，念着家乡。当年出门时，我曾说过，等我赚了钱，我要回来办大浴堂，让家乡的穷苦孩子都能读书。我的钟儿出息了，能回来办浴堂。阿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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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阿莲说：“你慢慢说，你慢慢说。钢铁压死了！生好新接手，赵勇没经验，就教了几个养伤的护肤，不想接得一手，三个护肤快叫辫子了！阿莲说：“你轻一点。哎呀，生命关天啊！阿忠啊，你得马上回去一趟，养伤可不好对付，一定要你出面解决。回去，回去。我到码头叫着船，你要快来哦！哎呀，回不去啊！我骂他。事出境迁，你不妨先回去。不，现在这个时候，我怎能离开家，离开妈？妈与我，你放心。钟儿，去和妈说，你回去一趟，去来。钟儿，来，妈，钟儿，妈姐都听到了，生命关天，你得回去。妈，出门常年不容易，做人得有心，做老板更得有。妈，你快回去，妈，快去啊！妈。西京深深
恐怖啊，又是儿的心。佛的长跪月空无声，是今日只鸳鸯目不得。从此我负义无帮，曾恩故问，曾故妈。怎能放出不后的最温馨？怎能忘年少退啊，离不明，怎能忘旧书一本藏得金银，怎能忘君子爱财真道义，怎能忘地呀血红两千文，怎能忘？母亲的后灯闪黑色，娘教儿拼音不正，凡事不成恩，在育儿艰不苦菜，奋不顾身，风雨去完成，尽情尽尽不一生，堂堂正正唱前程，生生世世承养恩，此一刻泪洒江海，父继无声，妻
方子母与儿情，你情与情，恩与诚，永常为你永守初心。到那时重回故里，今穷困民生半月当心跳哟。光虽有子公道，斯文有才有人为国为将，光辉正啊！不想儿再见娘亲，就听闻。妈，你听到了吗？阿拉镇海的乐堂，书声朗朗啊！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欣赏完了这样一出大戏，应该说是小团体大制作。我想呢，此时此刻在舞台下方的你和我一样，看完了这场演出之后，内心依然久久不能平荡。我们为勇敢的先驱宁波帮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也相信，在宁波帮的精神的照耀之下，在未来我们有更充足的力量去建设现代化的滨海大都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观摩今晚首演的各位领导与我们的嘉宾合影。首先，我们要有请的是参与本场首演的各位领导们：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2级巡视员戴岩，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姜武吉，镇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骆驼街道党工委书记、镇海新城管理办党组书记梅海平，镇海区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新闻出版局局长林世军，镇海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民宗侨拜工委主任董彩霞，镇海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冯旭春。有请各位领导上台，与我们的演职人员合影留念。有请。朋友们，现在我邀请各位用你们热情的掌声，再一次为我们的演员们喝彩。相信在我们主管领导部门的帮助和支持之下，我们海韵艺术团，我们宁波镇海区的文化事业一定会更上一层楼。好的，谢谢各位领导，请回席落座。请各位演员留步。朋友们，今天晚上除了有我们的主管部门领导来到现场以外，同样呢，也有一批我们省市区的艺术家们来到了我们的演出现场。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有请今晚出席首演的各位文艺界的嘉宾，他们是浙江省剧协副主席、秘书长、著名剧作家谢丽红，上海粤剧院